Hello，大家好，我係路人姨啊，今日又嚟到深圳灣口岸，因為參加咗由星日旅遊社舉辦嘅順德國際大馬戲2天團，團費係69蚊。呢一個團最大嘅賣點咧就係包咗門票啦，去到長鹿旅遊度假區啦，欣賞呢一個咁精彩嘅馬戲。亦都包咗門票啦，去到度假區裏邊嘅動物園啦，咁喺呢度可以近距離接觸動物啦，咁包括有長頸鹿啊，咁同埋大笨象等等。酒店方面就會入住萬國元寶酒店或者同級嘅酒店。呢一間酒店嘅房間質素都相當唔錯，而且裏邊嘅風格咧就以簡約啦同埋時尚為主。酒店裏邊亦都配備咗泳池嘅，咁有興趣嘅團友啦就記住帶泳衣啦或者泳褲啦，咁嚟呢度暢泳一番。酒店裏邊嘅設施都相當齊全，有乒乓波台啦、桌球啦，咁同埋健身室。酒店裏邊咧，亦都配備咗唔同類型嘅卡拉 OK 房啦，咁好似呢間面積好大而且好豪華嘅卡拉 OK 房。普通嘅卡拉 OK 房咧，亦都有配備嘅，咁有興趣嘅團友啦，就可以自費形式喺呢度啦唱卡拉 OK。團餐方面咧，就會喺園區裏邊啦享用順德風味宴。菜式方面包括有白灼蝦、蒸魚同埋豉油雞，同埋呢個順德風味嘅魚羹。如果想知道呢個團好唔好玩同埋抵唔抵玩啦，咁就要繼續睇埋落去啦。如果你對呢一類型短線旅行團嘅資訊都有興趣，可以訂閱我嘅頻道同埋撳埋個鐘仔，下次有新片出嘅時候咧就唔會錯過啦。首先都講返旅行團嘅資料，呢個旅行團係由星日旅遊社舉辦嘅順德大馬戲2天團。呢一個團最大嘅賣點咧，就會去到順德嘅長鹿旅遊度假區，欣賞國際大馬戲嘅表演，同埋去到參觀動物園。酒店方面就會入住萬國元寶酒店或者同級嘅酒店，可以享用酒店嘅免費設施，包括有泳池同埋健身室，亦可以自費形式啦唱卡拉 OK 同埋打麻雀。第一日嘅午餐咧就會喺園區裏邊啦享用順德風味宴。第二日咧就會喺酒店裏邊啦享用午餐。團費方面，會員價咧就係69蚊。如果想成為會員啦，都好簡單同埋免費，只需要加入星日嘅會員群組啦，就可以享用會員價。如果想即時加入星日嘅會員群組啦，就可以掃描熒光幕嘅二維碼。另外再加每人每日嘅導遊費就係70蚊，2日夾埋咧就係140蚊，要喺報團嘅時間啦同團費一次過繳付。如果想報名嘅話咧，就喺 WhatsApp 聯絡旅行社，電話咧就係98778835。我自己就選擇咗喺深圳灣口岸集合，時間咧就係上午10點鐘。如果選擇喺羅湖口岸集合咧，就係上午9點鐘。見到導遊到咗啦，咁我就先同導遊報到。導遊咧就會派翻一個77團嘅牌俾我哋，咁攬住呢個牌咧就方便導遊認到我哋係團友。等齊團友之後，導遊就帶領我哋去停車場嗰邊啦，上返旅遊巴。嚟到停車場，導遊就帶領我哋去上返前面綠色嘅旅遊巴啦，準備出發。大約下午12點45分啦，我哋就嚟到長鹿旅遊度假區。導遊啦就先去到售票處啦，幫我哋團友啦攞門票。跟住導遊咧就派發門票俾我哋啦，咁而呢張門票咧喺到時入園區啊，同埋睇大馬戲咧都要靠呢張門票啦入場。入到度假區，導遊就先帶領我哋團友啦去到餐廳啦享用午餐。呢間餐廳外邊嘅環境都唔錯，因為呢一間餐廳咧就喺個湖中間。店員就先送上一鍋順德風味魚羹，跟住咧就有一兜白飯任裝。海鮮類嘅菜式咧就有呢一碟白灼蝦同埋蒸魚，跟住咧就有豉油雞同埋咧一碟蒸鵝，仲有呢一碟梅菜扣肉同埋呢一碟蒸肉餅，仲有呢一碟啦煎肉餅。蔬菜類嘅菜式啦就喺呢一碟啦上湯浸菜同埋粟米炒肉粒。食完午餐之後啦，導遊就會帶領我哋步行去動物園嗰一邊。我哋大約會有1小時啦，停留喺動物園度參觀嘅。導遊亦都提醒翻我哋啦，因為大馬戲嘅表演啦，就會喺下午3點鐘開始嘅，咁就建議我哋啦2點50分啦，已經入到劇院嗰度啦，準備睇表演。我哋咧就由西門呢邊啦入翻童話動物王國。入到動物園啦，都幅地圖㗎，咁可以跟翻呢幅地圖啦，揾翻自己想睇嘅動物。
動物園裏邊呢，亦都有呢啲指示牌嘅，咁所以都好清晰。動物園裏邊最受歡迎啦就係長頸鹿啦，咁呢度啦都有好多長頸鹿喺度。如果想近距離同長頸鹿互動接觸啦，咁就可以喺呢度用10蚊啦買一份飼料，咁就可以親手啦餵呢份飼料啦俾啲長頸鹿。買完飼料之後咧，就可以透過呢個閘口啦落到下邊呢一個欄杆位置，咁就可以近距離啦餵呢啲飼料啦俾長頸鹿，咁就可以近距離接觸同埋互動。動物園裏邊咧亦都有大笨象嘅，咁呢個動物園比較好嘅地方咧就可以近距離接觸呢一啲動物，咁但係亦都要留意翻個安全。另外啦，都有駱駝嘅，咁呢度亦都係啦，咁可以近距離接觸到啊，同埋摸到隻駱駝。呢個位置咧就有3隻大犀牛喺度。呢隻東北虎啦就瞓咗喺個地下度休息緊。下邊呢度咧就有隻大黑熊自己喺度打緊韆鞦。仲有呢一隻啦好得意嘅企鵝。園區裏邊咧都有啲機動遊戲嘅，咁有興趣嘅團友咧就可以自費形式啦玩呢啲機動遊戲。大約2點40分左右啦，我自己就跟翻指示牌啦，去翻地球村劇場呢一邊啦，準備睇大馬戲。嚟到劇場嘅入口位置咧，就有憑門票入場。劇場裏邊嘅座位咧就分開上下2層嘅，咁如果想上邊嗰層咧，就可以行呢條樓梯上去。咁我自己想近距離睇個表演啦，咁就坐翻下邊呢一層。因為我嚟到嗰日咧係星期六嚟嘅，咁有2個場次，一個咧就係下午1點鐘到下午2點鐘，另外一個咧就係下午3點鐘到下午4點鐘。而今日啦，我哋團友睇嘅咧就係下午3點嗰場。度過了美好時刻，在此僅能代表公司領導及全體同仁對大家的到來表示衷心的感謝以及熱烈的歡迎，歡迎，歡迎，熱烈歡迎！朋友们，把你们的掌声、尖叫声、呐喊声送給他們。3、2、1。睇完大馬戲之後呢，我哋就離開園區，上返旅遊巴，去到今晚入住嘅酒店。大約下午5點30分呢，我哋就嚟到萬國元寶酒店。導遊呢就喺前台嘅位置啦，幫我哋團友啦辦理入住手續。我自己呢就分派到618號房。搭電梯上到6樓啦，跟住指示牌啦，揾返我自己嘅618號房。入到房間呢，就做返一個酒店開箱俾大家睇睇。
首先睇睇寢區嘅位置，大床啦就放咗中間啦，兩邊落床位置都足夠嘅。咁而床側邊啦，將張小型餐台，咁就可以呢度啦食下啲外賣。咁而前邊啦都有張寫字台，咁可以做下啲文件工作嘅。咁而個床前邊啦就有架電視機。房間嘅設計咧就以簡約啦同埋時尚為主，入到嚟個感覺咧都幾舒服嘅。床側邊嘅位置咧都有個小型嘅茶水間，咁有電水煲啦，咁同埋杯啦，同埋茶包。小型茶水間下邊咧都有個小型嘅雪櫃嘅，咁而家天氣熱啦，咁就可以買啲啤酒汽水啊翻嚟雪凍佢。下邊呢一個櫃桶啦，裏邊都有一個風筒喺度。床側邊咧都有個大型嘅衣櫃嘅，咁上邊嗰格可以擺啲背囊行李啦，咁下邊呢一格咧就可以掛下衫，咁亦都有提供衣架喺度。玄關位置呢一度啦，都有個大型嘅長身鏡。入到洗手間嘅位置咧，都有個大型嘅鏡啦。咁下邊咧就係洗手盆嘅位置。咁洗手盆左邊咧就有兩隻杯啦。咁右手邊咧都有啲一次性嘅梳洗用品。洗手盆隔離咧就係坐廁嘅位置嚟㗎。咁坐廁呢度個空間咧都好足夠。坐廁前邊咧都有一個毛巾架嘅，咁有提供浴巾啦同埋毛巾。淋浴間位置呢度啦，都有提供一個啦手持式嘅花灑，亦都有提供洗頭水同埋沐浴露，有配備冷熱水啦。咁我自己試過水壓都 OK 嘅。咁而淋浴間呢度嘅位置咧都算大噶啦。酒店房外邊嘅景觀咧就望樓景為主，咁但係個感覺咧都幾開揚。酒店6樓呢一度啦都有配備乒乓波台啦、桌球台啦同埋健身室。同埋啦，都有一間啦自助嘅洗衣房喺呢一度。酒店5樓啦就有個泳池喺呢度嘅，咁而家就開放緊嘅。咁有興趣嘅團友啦，咁再帶定泳衣啊同埋泳褲啦，咁喺呢度暢泳一番。5樓嘅另一邊啦都有幾個啦溫泉泡池喺度，咁但係聽職員講啦，呢啲溫泉泡池咧就冬天先至開放。喺2樓嘅位置呢一度咧就有好多間卡拉 OK 房。裏面有一啲卡拉 OK 房啦，就面積好大啊，好豪華噶，咁好似呢一間咁樣啦，咁就適合啦好多人喺呢度啦，一齊聚會啊，同埋唱卡拉 OK。亦都有普通嘅卡拉 OK 房，就最適合啦3、5知己啦喺呢度自費形式唱卡拉 OK。大堂嘅環境啦，亦都係唔錯嘅，亦都擺咗啲古典家私喺度啦，咁就有少少藝術氣氛。酒店大堂有提供免費嘅飲品，包括有即磨咖啡機啦、檸檬水啦同埋羅漢果茶。酒店地下有間24小時營業嘅便利店，咁如果有需要啦，就可以落嚟買啲飲品啊或者小食，咁都相當方便。因為第一日嘅晚餐呢，旅行團係唔包嘅，咁所以團友呢都需要自費形式啦揾地方食晚餐。我自己就選擇咗酒店對面嘅呢一間亞亮潮汕大排檔。呢間餐廳咧就有提供潮汕嘅食品啦，咁同埋砂鍋粥。餐廳入邊咧都有個開放式廚房嘅，咁透過玻璃啦就可以見到師傅咧即時喺度製作緊啲菜式。店員咧就推介咗呢一個啦牛肉炒粿條俾我，價錢係30蚊，而且個味道都唔錯，炒得幾惹味。到咗第二日嘅早上啦，咁就可以去到酒店裏邊嘅西餐廳啦食自助早餐。餐廳嘅環境都唔錯，咁而攞自助食物嘅地方呢，就係近餐廳嘅入口位置。咁就先去睇睇啦，自助早餐有啲咩食。飲品方面呢，就有清水、普洱茶同埋豆漿，仲有提供牛奶。隔離呢，就有砂糖、檸檬水啦同埋咖啡，咁亦都有沙律菜。呢一度呢，就有2款生果，咁亦都有啲調味料。前面咧就有一個粉麵檔嘅，咁師傅咧就會即時同我哋嘅團友咧製咗一啲粉麵。師傅咧亦會即時咧同我哋嘅團友啦煎荷包蛋。隔離咧就有唔同嘅醬料，咁團友啦可以自行添加。呢邊咧都有提供2款涼菜。隔離咧就有麵包啦同埋多士爐。熟食區呢邊咧就有提供番薯、烚蛋同埋粟米。仲有腸仔，呢一邊呢就有炒米粉，仲有薯條同埋霎菜。蒸籠上邊呢都有2款中式包點，呢邊呢就有油炸鬼，隔離呢就有皮蛋瘦肉粥，亦都有白粥，
到咗早上9點鐘啦，我哋就要退房嘅，咁啲行李咧就可以擺上旅遊巴上邊。跟住咧就去到酒店嘅會議室啦，準備聽旅遊推介會。推介會現場啦都有提供飲品嘅，咁有清水啦同埋紅茶。喺旅遊推介會現場報名咧，團費方面咧係會有優惠價嘅。如果想報名嘅話咧，只需要落300蚊嘅訂金啦，就可以預留位置，仲可以喺3款禮品之中啦揀其中一款。3款禮品包括有旅行篋、按摩枕同埋一個冷風嘅風扇仔。好多團友見到咁優惠咧，都會即時報名嘅。推介會完結之後啦，咁團友就可以去到酒店嘅中菜廳啦，享用午餐。店員咧就先送上一鍋啦冬瓜湯，咁就店員都有服務嘅，咁啊幫我哋團友啦分好晒一碗碗。跟住咧就有一兜白飯任裝，跟住咧就嚟到一碟蒸鵝，另外咧仲有呢碟蒸魚肉，同埋呢一碟蒸雞肉。呢一碟咧就係青瓜炒肉片，另外呢一碟咧就係椰菜花炒肉片，跟住呢一碟咧就係蒸肉餅，亦都有呢一碟啦麻婆豆腐。以砂鍋上嘅呢一個菜式咧就係蝦肉炒粉絲，呢一鍋咧就係魚香茄子，最後咧就有呢碟上湯雜菜。食完午餐之後咧，我哋又上返旅遊巴，跟住咧就會去達仁堂。大約下午1點半咧，我哋就嚟到達仁堂國藥文化館。我哋就先去到達仁堂國藥文化館呢度啦，了解下呢一間公司嘅背景。跟住咧就會入到去房間裏邊啦，聽產品講解。參觀完達仁堂之後啦，我哋就會返去深圳嗰邊散團。第一站咧就會先去到深圳灣口岸，咁而第二站咧就會去到羅湖口岸。大約下午5點30分咧，我哋就返到嚟深圳灣口岸呢邊散團，咁就結束咗呢2日嘅旅程。呢一集嘅分享咧，亦都嚟到呢一度。如果想報名嘅話咧，就可以 WhatsApp 98778835報名。多謝大家觀看，如果覺得呢條片有用嘅話，可以點讚、留言讚好同埋分享俾你身邊嘅朋友。最重要就係訂閱我嘅頻道同埋撳埋個鐘仔。咁我哋下條片再見啦，拜拜。